小朋友大家好，咱今日要来念的故事是啥物呢？叫做感冒的鱼仔。感冒的鱼仔。咦，鱼仔敢会感冒？袂吧？袂吧？啊，为什么这会讲感冒的鱼仔咧？好，咱先来看字咧。来，你看，伫咧海底暗蒙蒙有一个所在，有一粒电火球啊，伫咧光，伫倒位？伫遮。红色的鱼仔看到是要想要划过，有无？伊想要划过，划过，哇！伊惊到啊！发生啥物代志？要给吃掉。哦，阿姨要甲伊食掉，伊是毋是紧走？对无？伊就讲，嘿，你这臭小鬼，你甲我哪？你甲我徛咧，莫紧张，吼！啊，这只是啥物鱼？敢知？这只妈妈查应该是叫比白鱼。比白鱼就是头壳顶有一粒敢若电火球的发光影影的一粒电火球啊，吼，做成电火球的物件。这只呐叫做比白鱼，吼，哇！伊要走，伊叫伊紧旋，伊就紧旋咯，哦，伊旋去伊的啥物？伊一阵鱼仔朋友食，对无？是毋是？啊，这阵是毋是比伊较大只？对无？啊，所以这只比白鱼看到安那，感觉去甲食，惊到伊甲紧走啊！你有看哦？嘿啊！伊惊到伊要紧走。你要给下走。好，啊，毋过咧，这只比白鱼看伊的表情，敢有做有助咧？有啊，做有助。伊安那？伊是安那？哎哟，天公伯啊，我巴肚做枵的啊，是要安怎做才会当甲因食掉咧？啊，对啊，佮用迄个方法，哦，这只歹心鱼用着啥物方法咧？伊想着啥物方法咧？你看这阵鱼仔伫遮对无？哦，这阵鱼做伙就变一只足大只鱼对无？你看伊秘伫倒？伊秘伫遮，敢有可能看到？无人甲看到哦吼。啊，伊个甲这阵鱼仔讲啥物？囡仔，听讲红色的鱼仔感冒啊咧。感冒啊？啥物声音啊？吼，全部的鱼仔拢有听到啊哦。好，伊个继续讲。若是感冒的话，就会发烧，所以才会规身躯红记记。你连这拢毋知影吗？好，伊安尼讲呢。那个身体变红色，红色，你讲红色，又要水管出去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妈妈，我不要讲，又要被赶出去了。哦，来，阿姨这阵鱼仔有听到无？有，所以就开始稀稀疏疏，开始讲话啊。你看这两只在讲啥？什么是感冒？我嘛毋知呢。这只黄色讲，我嘛毋知，这只是黑色的。啊，这两只咧，这只是红色的，这只是啥物？这只是啥物？朴色的。你讲灰色，朴色的，啊，这红色的，红色，哦，红色的讲啥？这是啥物意思咧？吼，啊，这边这是黑色的对无？黑色，伤离谱啊吧？好，啊，这两只讲话哦，黄色，黄色的，佮甲红色的，红色，讲啥？袂吧？好，啊，这只红色讲啥？啊，鱼哪会感冒啊？啊，这两只讲啥？伊个黑色个讲，你是啥啊？啊，伊袂认你伊安尼，所以有伤心无？伊讲啥？咱毋是好朋友吗？啊，这男生讲啥？原来身躯变成红色是有原因的哦。啊，这只黄色讲啥？发烧啊，身躯当然嘛会变红色的呀。啊，这个讲啥？
黑色讲啥？甲我无关系。啊，这肤色讲啥？真正的吗？啊，这只讲啥？我啥物拢毋知。啊，你落去，阮厝内面的人有危险啊！啊，毋较紧，甲因全部赶出去。安尼一看，真正有流啊红呢，流啊红呢。这哪是讲啥？无怪哦，我个感觉红色鱼啊，足奇怪。这肤色哦，惊甲老清寒，你看，凡事会甲人画着，嘛无一定，咱一定要团结啊！所以可能的红色的鱼啊，个去用安那赶做一堆，有看到无？啊，因有要解说无？有哦，因解说安怎讲？毋是安尼啦，阮无感冒，阮身躯原本自本就是红色的啊。吼，伊要解说，啊，毋过即阵鱼啊，敢有要听？因敢有要听？无哦，所以就甲即红色鱼啊赶出去，较紧出去。哦，真歹呢，你看哦。所以就做无奈个，咻要咻出去，吼，真正是伊个咻，啊无伊个伤伤心，无看头前安那，结果咧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好啦，惊，好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即只歹心鱼，歹心的鱼啊，甲红色鱼啊食落去腹肚内面啊，对无？好，煞来咧，伊个搁一摆，搁讲一摆啊，同款话搁讲一摆，毋过即摆换色啊。伊讲啥？囡仔，听讲黄色的鱼啊嘛感冒啊哦，真紧个会世界传染哦。哦，小话呢，足恐怖的对无？所以即阵鱼啊，搁有听着无？什么意思啊？又搁是感冒？吼，应该有听到无？全部的人个目睭闭啊紧紧用啊。好，即只歹心鱼，佮继续讲啊。感冒就会流鼻水着无？连这嘛毋知影，恁要去了啊！安那？黄色的鱼啊，去互因赶出来啊，赶做一阵有看哦。啊，因有要解说无？因甲红色鱼啊共款，慢慢想要解说，伊讲啥？毋是安尼啦，阮无感冒啦，阮的身躯自本就是黄色的啊，这毋是流鼻咧。啊，毋过，即大阵的鱼啊，敢有相信？嘛是无相信哦。所以即阵鱼啊，佮讲啥物？较紧出去诶。啊，即阵鱼啊咧，黄色的鱼啊，嘛是共款做伤心的对无？伊会讲啥？啊，哪会发生即款代志咧？竟然讲我感冒啊！哦，伤伤心，无去看头前，有一只歹心鱼啊伫头前咧等对无？哦，伊嘛是共款甲食掉啊，对无？好，过来，好来，较细腻，好来，即马煞来咧，哦，搁剩三色的鱼啊伫遮有看，好，所以即只歹心鱼嘛是共款伫遮，好，伊会讲啥物？囡仔，听讲那色鱼啊嘛感冒啊哦，感冒也是感冒，身躯个会凉叽叽，紧看伊，你看伊，因拢寒甲面色青顺顺。哦，原来是因为伤寒，所以身躯才会变蓝色的呢。吼，所以蓝色鱼啊嘛是共款去用赶走对无？是毋是？吼，啊，即阵蓝色鱼啊嘛是做伤心的，咻。咦，有淡薄奇怪，鱼啊，足奇怪呢。甲去互食去啊！啊，袂好想哦，去互食落去腹肚内面啊！啊，即个时阵有鱼啊，感觉足奇怪。等者，有人发现，敢若有一个，敢若流啊怪安尼。啊，一只乌色鱼啊，讲啥？遐讲
鱼仔会感冒的传言，方式到底是啥讲的？讲鱼仔会感冒的方式到底是啥放的哈？啊，敢会使相信的？你无感觉淡薄仔奇怪吗？真正是感冒啊吗？啊，鱼仔敢会感冒？没啊，袂感冒，啊，毋过伊相信啊，啊鱼仔，鱼仔个叫人骗伊无相信啊，伊相信啊，啊，所以即摆肤色的灰色肤色鱼仔讲啥？即摆，即摆是啥物情况啊？我拢听无，我认为有鱼仔感冒，啊，毋过你讲无啊？到底是啥物情况啊？哈，即摆是安那？所以呢，乌色的甲肤色的鱼仔，因个咧讨论哦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乌色甲肤色鱼仔个安互相诶杀责任哦，个开始咧骂对方哦，啥物？啊，拢是恁遮肤色鱼仔伫咧黑白讲话啦，传播这谣言呐。啊，伊个讲啥？啊，阮也袂黑白讲啊，阮也袂黑白讲话啊。这肤色讲啥？啊，我真正看着啊，这啦。只要我无去用画着，就会使啊。这自私诶，敢若顾家己对无？对无？啊，这只黑先生，我真正毋知影，伊足无辜诶，我真正毋知影，因为恁代志拢变啊足复杂诶呢。先生讲啥？伤离谱啊吧？啥物啊？啥物感冒啊？无可能吧？哼！真正毋知遮黑鱼仔伫咧想啥物啊？做差诶！起起楚楚，大家一句来一句去对无？所以两边是毋是冤家啊？是毋是？黑色诶、黑色诶，甲肤色诶、灰色诶，是毋是冤家啊？你想起来对无？一直冤家，一直冤家，哼！这边哼，迄边嘛哼，哎哼来哼去，想无看到后壁一只做大只喙齿做大气诶，喙鼻啊开，哎呀！冤家诶想拢无咧看，你看伊去互啥物食掉伊啊？即只歹心诶肥白鱼食掉伊啊了啊！即马啥上欢喜？即只对无？食了个收走因啊！啊，你看即只本来是红色，去互惊到好无？变彩色，变啥物？变蓝色，你看。哎哟，你诶面色那青顺顺，啊是感冒啊吗？阁是感冒，毋是感冒呢，是惊甲变蓝色，伊诶面色青顺顺。啊，即马是毋是一张鱼伫伊诶腹肚内面？是辣地呀，毋是辣地啊，这是伊诶腹肚。伊食饱，伊足欢喜啊！我总算食饱，伊足欢喜的对无？啊，毋过是毋是一大张鱼仔拢伫伊腹肚？啊，因伫伊诶腹肚诶时阵，嘛是起楚伫咧讲话哦。你看，足侪色诶鱼仔个表示足侪色诶鱼仔无共款色诶鱼仔咧讲话哦。这是啥物色？蓝色诶鱼仔讲啥？叫做黑诶啊！啊，红色讲啥？我看袂着头前，啊，这肤色讲啥？竟然去用骗去啊！黄色讲啥？咱佮安尼去用过伫遮吗？啊，红色讲啥？咱若是要出去哦！出去袂啊！这个肤色讲啥？咱拢去用骗去啊吗？黄色讲啥？啊，我个讲足奇怪嘛！红色讲啥？啥物？你嘛感冒啊吗？所以腹肚内面诶鱼啊，一句来一句去，足差诶对无？所以一张鱼仔伫伊诶腹肚内面起起楚楚足差诶对无？所以即只歹心鱼仔讲啥？你甲我较点诶！是食伤济啊吗？啊无来运动一下。你看伊即支啊，海去。好，这个电火球我咧海来海去嘛。做忝诶，伊做运动是毋是？运动了会忝着无？忝诶安那？
先困。哦，爱困啊，无来困一下好啊。爱困，安尼困。啊，这个时阵伊困去啊，对无？这个时阵谁来啊？有真三只梯，伊讲水母水母。梯，吼，三只梯游过来，伊看到伊这个电火球啊，哇，光啊呐，伊就想要去摸着无？啊，伊摸无小心，伊的骹去摸着伊的鼻啊，摸着鼻啊，就安那会痒，所以诶，伊讲喏，你看这只歹生影喏。伊是安那？伊甲拍骹掌嘛，拍一个足大诶骹掌，甲全部鱼仔嘛，拢呸出来看啊！是毋全部诶鱼仔，伊腹肚内所有诶物件拢呸出来哦。哦，鱼仔去互呸出来，佮变一阵足大阵诶鱼仔伫遮，因为因早个知影，即个歹心鱼仔有啥物歹物啊，对无？伊拢想咧歹步数对无？所以因即马是毋足生气。有啊。啊！大家团结起来对无？哇，即只歹心鱼仔开始惊，你有看？惊甲流汗有看无？啊，你也惊会想安那？紧来选哦！是毋是一个逃走有看无？有看到无？有看到无？因为即阵鱼仔团结起来，甲伊赶走啊！好。故事念了啊！我会可怜吗？好，所以这阵鱼啊，甲恁教啥物代志呢？就是讲，别人啊，凊彩讲你厝内面的人，也是你的朋友的歹话，可会当凊彩相信吗？会当凊彩相信吗？袂使哩哦！你看，你若凊彩相信，就像这鱼啊安尼，去用拆开，到尾仔去用食掉伊啊，对无？对无？所以啊，教人啊，爱团结。你讲一个团结，团结，吼，袂当凊彩互别人讲一两句话，就拍歹感情哦，知无？好，啊，即马故事念了，感冒鱼啊念了，咱甲大家讲再见。好，有介意的人爱甲咱饲一个赞，你讲赞，好，爱饲一个赞哦。好，甲大家拜拜。拜拜。